嚟到呢度都感受到大家嘅眾小心啲好玩。同埋除衫。請拍下照，整個靚 po 嚟。咁每晚嚟到呢度咧，都會有一個特別嘅嘉賓嘅。咁如果有跟 show 嘅朋友都知道，其實每晚我請嚟嘅嘉賓個風格都好唔一樣，有新人啦，有一啲喺樂壇比較耐㗎啦，咁亦都有一啲大家意想不到嘅嘉賓。咁今晚呢位都有少少意想不到，因為係我自己就都幾興奮，咁同埋今晚揀呢隻嘉賓合唱嘅歌，我都相當之興奮，專登着咗醫生嘅赤紅衣服嚟到配合跟住落嚟嗰隻歌。好，我先埋下關子，我哋去音樂先，我哋隨着將今晚嘅嘉賓升上嚟啊！壞女孩哦！還從未心開始輕輕觸動，的孤獨探遍我的一切，令人忘記你接訪再何？這一雙手一起暖透我，無人憐傷得不親最死我。我知他的打算，人卻不走遠，夜幕求我變動愛意不可。齊齊連知否真即將出錯？放杯冰水，冷靜透一口氣，並盡頭看明知風再何？想你的他怎怎弄透我，猶如我一刻不放開我。我心一分一寸，從極不是怨，盡在憑我練到愛不可。做乖乖，我這樣的透露啊 Tell me， 我發現誰人 Help me， 快救命 Midnight， 我們夜長想你，太漂亮。有辦法做乖乖，我的愛我這樣變得太壞。但是話要每年今月分解，人是熟慮眼淚也想變壞。壞壞就變壞，沒有辦法做乖乖，我的愛我這樣變得太壞。特別嘉賓 Louis，Hello， 大家好。王丹妮 OK 啊，哇，多謝你。
你，多謝新接受邀請，哇！你真係高我成個頭，矮起勢高啲㗎。你快啲睇下我今日呢件衫先，我全部都係有好多 M 嘅。哇，係啊，好有心思喎，爭個 I 字，我唔係叫阿 M 嘅，我叫阿 B。佢冇啊，我要改名。但係證明我對你嘅支持。我一嚟到咪即係 M 到咯。M 嚟咗 M 到啊！哇，唔係幾好，加翻個 I 字。係直腳咯，而家。好多謝你啊 Louis， 知道你都真係好忙，拍好多電影，但係我揾你嚟做嘉賓，你都一口應承。同埋佢真係為咗今日演出，特登去為咗呢隻歌去上堂，上咗2日堂，就係為咗唱呢隻歌，係咪好有誠意啊？OK 啊，咁我咧就要落去食啲嘢同埋換件衫啦。咁我知道你準備咗另外一隻歌送俾觀眾。係啊，係咪？其實就好似 Sammy 係喺我哋心目中啦，或者大家心目中啦，都係一個理想對象。理想好啊！哇，呢隻歌有啲難唱喎，你好勁啊！呢隻歌。好，我跟住落嚟就換衫，咁就交個舞台俾黃丹妮。哇！第一次喺咁大嘅台度同大家見面唱歌俾大家聽，所以好多謝 Sammy 嘅邀請，俾呢個機會我哋，即係俾機會呢個機會我去能夠喺呢個台度唱歌俾大家聽，所以希望大家會鍾意呢一首理想對象。接受破壞的夢想，也自然能。